来看柬埔寨泰铢集团控股公司的创办人陈志顶人，因做跨国诈骗，伫顶个月被美国起诉。台北地检署分案侦办跨国洗钱案，总是敲出47个所在，拘提25个被告，嘛传唤10个证人。先后多数人是以3万块到70万交保，其中一个姓郭的查某主管是以上8件获胜，检方嘛申请羁押禁见。台北地检署调查泰铢集团伫台湾洗钱诈骗案，除了申请扣押别庄大楼、车吉跑车、银行口座等总共45亿外的资产核准，随即佫分47组所查，拘提包括集团在台上悬级的干部、甲头人陈志的亲信等25个被告，有调问10个证人。专案以诈欺、洗钱、跋筊甲组织犯罪等罪嫌侦办。泰铢集团为着暗砍跨国犯罪的锁定，伫台湾成立几廿间公司，其中包括由台湾泰铢公司主导，甲境外资金嵌入去几廿间龙头公司，将台湾当作泰铢跋筊事业的基地。侦讯后，有几廿人分别以3万到70万不等来交保，其中泰铢集团所属天福公司人事主管4个查某人，有串灭情甲逃亡的可能。检方透明侦讯后，申请羁押禁见。拍开泰铢集团控股的官网，中国福建出身的集团创办人陈志，外表是自善家的形象，不过用指控讲暗中以柬埔寨做基地，牵涉大规模的跨国诈骗。除了美国宣布制裁，新加坡、香港、南韩等国嘛展开调查，不过伊的起用拢无人知。 점점 지능화되고 있는 새로운 수법의 범죄. 그리고 이제 가장 절박한 게 뭐냐면 젊은이들의 절박한 사실은 경제적 기회의 부족. 뭐 이런 것들이 같이 맞물려 있는 거죠. 这位太子集团的这个陈志先生呢，他有多次进出台湾的记录，但是因为他拥有多重国籍，所以他进来的时候不是用柬埔寨的国籍，所以我们当时在查的时候比较不容易，所以我们现在都配合美国的司法单位来做查。那不管目前是人流、金流，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个安全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大概就是配合这个检警调一起来查。美国财政部已经把泰铢集团在台湾境内所属的9间公司甲3个民众列入制裁名单。内政部长刘世宏嘛讲，会查处伫台湾其他的协力厂商也是犯罪集团，强调袂冤枉、袂放枪。不管是国际的诈骗还是台湾的诈骗，拢无法度躲闪过法律的制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